走，剛相戀的你先知，我們原來未夠，自顧鬆開我的手。感激車站裏尚有月台，曾讓我們滿足到落淚。陳奕迅嘅《人來人往》呢首歌入面係一個好渣嘅女主角啊，當佢一失戀就會揾男主角，一揾到新嘅就踢走佢。不過呢，其實個男主角亦唔係好得去邊喎，喺度扮受害者，明知個女主角係利用緊自己嘅，都心甘情願。今集我就嘗試講下由林夕填詞嘅《人來人往》，其實係講緊現實世界嘅感情殘酷，因為我哋都好怕寂寞而要互相利用。朋友已走，剛升職的你舉杯到凌晨還未夠，用盡心機拉我手。真係非常之有畫面啊！女方就主動出擊，男方就被動，睇落好似好可憐，點知下一句就透露男人有得食唔食，罪大惡極嘅心態啊！除下了他手信號，我已得到你沒有，但你我至少往後成為了密友。林夕一開始咧就寫出一段交換關係，一個解決寂寞，另一個就解決性慾，根本就係要篤爆大家對愛情浪漫嘅幻想。現實生活入邊啊，好多關係都係互為弱石。你失戀好痛，我陪你；我寂寞好凍，你抱我。我哋未必係對方嘅最愛，但係嗰段最難捱嘅時間呢，我哋係彼此嘅止痛藥。睜眼你最掛念誰？眼睛張開身邊竟是誰？閉起雙眼我最掛念誰？眼睛張開身邊竟是誰？留意到未？主語呢變咗由你變我，呢度係全首歌最神來之筆，係靜靜地咁轉變嘅。男主角喺經歷完被女主角飛咗之後，佢冇變成一個深情嘅守候者。時間會走，剛相戀的我開始與旁人攜着手，但什麼可以擁有？相反啊，男主角就進化成為另一個女主角，學識咗用同樣嘅方式去傷害下一個人嚟止自己嘅痛。既然都失戀咗啦，就揾個咁啱喺旁邊嘅人拍拖啦。閉起雙眼，諗住自己嘅最愛，張開雙眼就係呢個呼之則來嘅人。車站裏尚有月台，曾讓我們滿足到落淚。車站係一個大家路過嘅地方，月台係一個暫時停靠嘅地方。雖然我知道你唔愛我，雖然我知道你聽日係會走嘅，但起碼呢一刻，我哋擁抱嗰陣嘅體溫係真嘅。雖然段關係係斷咗，雖然我係被當成為水泡，又或者我當咗對方係水泡，但起碼喺你最艱難嗰幾晚，有個人陪你飲過酒，有個人借個膊頭俾你喊。
誰？快不快樂有天總過去，愛若忘了永不失去，誰勉強見落過誰？所以無論喺月台或者車站分開，你要記住啊，曾經愛過一個人，嗰份記憶已經刻咗喺你個腦海入面。同樣地，嗰份失戀嘅痛，嗰份離婚嘅創傷，快不快樂總有天過去。我哋唔好再因為要永不失去而勉強留住對方，喺度扮幸福扮恩愛，呢種狀態就係勉強娛樂。你想對方喺埋一齊，唔係開心啲，而係因為你驚寂寞。愛若難以放進手裏，何不將這雙手放進心裏？人生啊，本來就係一場孤獨嘅修行。無論你而家係失緊戀、離婚定係單身，你要明白，有啲人出現喺你生命入面啊，真係只係為咗陪你飲酒，做你一個暫時嘅月台。最緊要嘅係，當火車開走嘅時候，你要學識何不將這雙手放進心裏，將嗰份遺憾收埋，學識同自己嘅寂寞共處。最美麗長髮未留在我手，我也開心飲過酒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呢類嘅解讀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撳埋鐘仔。我哋下次再拆解其他經典。拜拜。